那么现在看上这些的了，到这里呢，俺做的了，俺做建宁这个啥呢？建成钢厂交接个农呢，单钢厂，当不嘛的，你把什么？等那了来约时就打电话。每天那个给家去写个个中心档，等着给家写的个人是呢。那些给me，那些就我们这些当地去有的，让给派儿去可有跟怎样的，派儿去没门头去把个，那做去全部的。中心干的是呢，当俺做工的难听把个没到这上了的呢，啥叫忙不接了罗个，啥叫忙不接了玩个，全部有的，一样。当俺做工的难听个龙巴，打几千个龙巴的了，前那把朋友干这有事。他刚才讲那把朋友有呢，这里让给派了这个的那了，今年当，可有个人来的了，前那边30干的今年有事，80干的同有事，这那俺去忙吧呢，让给可有了，让给大不家呢，让给派出了，让给送去谁先，让给可有今年的，说了东对的眼子呢。他来比给钱不就得3个月，就是最近俺个大个给这统统的视频。下去吧。我走吧，你们下去。那你别都在这儿。这干的日子呢，这就跟干成300亩的了。刘呀，这么争先恐后呢？300亩的了，他干的这个今年多，你等着这个，俺是几千龙巴了他。扎营非常好。干成交接有的。在哪呢？大俺是蒙南东头去么的呢？干成当不赢。他大个那今年当得做的呢我嘛，让人给的呢，没别打吧跟可以去抢多啊，对的。等干成300亩的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